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5月18，诗篇79篇9节安尼讲：救阮的上帝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。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救阮，赦免阮的罪。三角来祈祷，因你名来赦免阮的罪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真、至好、至善的全能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极其水。主啊，你是慈爱、良善的天父，你将慈爱施落予你的儿女，你用良善予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阮的心神仰望你，阮要专心倚靠你，求你用真理引带阮，教示阮，互阮通行伫你应许的路。主啊，阮常常软弱失迷，来得罪你，求你记得你的怜悯甲慈爱，因为你对古早就安尼对待阮。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，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救阮，赦免阮的罪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